真正有够台。当这圆，当这个圆啊甜甜甜，要食圆当然嘛爱食家己做的，你讲对唔对？搓汤圆念做烧圆啊，今仔日就是要来教烧这个字，烧，烧有真侪意思。第一个是搓揉，就是咱常常讲的烧圆的烧，过来是抚摸。亲像是甲囡仔烧头壳的烧，烧阁有涂抹的意思，譬如讲烧猪油、烧药膏，就是咧讲抹猪油、抹药膏。烧阁有安抚打圆场的意思，假使有人咧冤家，就会使讲，你紧去甲因小烧一下啦，就是赶紧去甲因安打一个意思。刷落来要小教的是。烧圆汤，烧圆汤是台湾政治界、商业界内底无好的手段，就是透过这，也是威胁要求别人爱放弃权利。这是对日语的外音来的，因为日语的圆啊，单个甲协商，单个的发音真相同，而且用汤，就是佫会当一人分一碗，摕到，噔。OK。所以才有烧圆汤的讲法，譬如讲，甲你讲哦，迄个基金边就是去互人烧圆汤，才无过参选的啦。这吼唔通啦！来，好心烧圆烧头壳、烧药膏、烧一个烧圆汤，大家千万爱记哦。